歡迎大家收睇東奔西跑。最近有市民留意到喺北部都會區古洞北有一棟非常特別嘅建築物，究竟係乜嘢嚟嘅呢？等我哋帶大家一齊睇睇。大家好，我係東奔西跑嘅特派記者，今日專程嚟到呢一度同大家揭開呢棟建築物嘅神秘面紗。小姐，請問你知唔知道呢一棟嘅建築物係咩嚟嘅呢？唔知喎，我喺呢度附近做嘢嘅，咁我見到好似砌積木咁一嚿一嚿砌上去，數不聲幾個月就砌好咗咯。哇！我哋行咗一圈，原來呢個係房協位於古洞北工地嘅 MIC 多功能辦公室啊。MIC 多功能辦公室其實係指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而成嘅，難怪起得又快又靚啦。房協而家有4個 MIC 多功能辦公室，包括位於九龍東北區安達臣道嘅智安基地、啟德嘅合一合、古洞北嘅協商同埋元朗嘅元龍聚。而呢個位於古洞北嘅協商，據了解係今年年初先正式啟用。不如我哋請房協嘅同事同我哋一齊深入解構一下。Christy 啊，想請問你哋點解要喺工地度起 MIC 辦公室嘅？工地辦公室咧好多時都係由一個個貨櫃箱組成嘅，而我哋就希望透過呢個 MIC 辦公室去為工友提供翻一個更加寬敞嘅工地綜合中心，去改善翻工作環境。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好多工友好中意喺度翻工呢？定係因為愛定責任啊？係 CS 啊 CS Customer Service 係 Caring and Safety 啊！工地呢度最着重安全，仲利用咗好多最新嘅科技去提升工友嘅安全意識，好似 VR 安全培訓，佢其實係一個結合咗建築信息模擬系統，亦即係 BIM 同虛擬實境 VR 技術嘅訓練，加強工友嘅安全意識，防止意外發生。哇！呢個 VR 搭棚訓練真係好驚險，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玩完之後真係發覺安全好緊要啊！係啊，所以喺工地做嘢最緊要就係安全、安全同埋安全，重要嘅嘢真係要講3次。Hannah 喺我身後邊呢個係 CMP， 亦都叫做中央管理平台。咁工作人員會透過 4S 呢個安全智慧工地系統，監察住一啲高風險嘅施工活動。例如工友冇戴安全帽，呢個系統會即時顯示，方便我哋管理人員即時處理。智能鏡頭錄影中，請佩戴安全帽及 Y 型帽帶。另外，工地嘅鏟車亦都設置咗 AI 人工智能鏡頭。當工友唔小心行咗入去佢嘅危險工作區域，鏟車就會即時發出警示。我哋除咗好注重工地安全之外，亦都好關心每一位工友嘅健康。我而家帶你去睇睇啊！你覺得呢度返工環境點樣啊？好好啊，有同我量血壓啊，身體幾好啊。咁萬一有工友跌親呢隻智能手錶咧都可以即時通知翻我哋啦。咁另外進行一啲高危嘅工種，例如吊運、進入密閉空間等等，萬一有咩事故呢隻智能手錶嘅廣播功能都可以即時通知翻工友去撤離。有咩頭型生氣，第一時間就知啦。哇！呢度都有好多設施俾工友用喎。係啊，除咗安全，我哋仲好注重每一位工友嘅身心靈健康同需要，就好似之前所講嘅 caring。呢度好好啊，有個工友嘅休息室，俾我哋食飯唞一唞。我最中意呢度呢，就係有沖涼房，沖完涼乾乾淨淨咁去收工。我最中意就係呢度有呢個籃球場同埋桌球室啦，公餘時間又可以篤下波、打下波，正啊！咦？點解有人唱生日歌嘅？係啊，我哋每2個月都會為工友舉行翻生日會嘅，你都一齊 join 啊！好啊 ，Let's go！我哋定期都會派下生果、涼茶、禮物包等等，等每個工友都開心返工、安全放工。房協嘅 MIC 多功能辦公室的確好特別啊！呢個共享空間展現新工地文化，亦加強互動交流，提升工友嘅歸屬感同幸福感。好啦，今集東奔西跑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大家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呢段片，follow 我哋 Facebook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我哋下次見。